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耀口腔生態學店毛醫生。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聽過杜牙根，有啲人咧蛀牙蛀到好深啦，甚至食嘢會酸痛啊，飲水會酸痛啊。去到牙科之後咧，醫生會叫佢杜牙根。今期咧，我哋講一講乜嘢情況下要杜牙根，同埋咧杜牙根咧仲有另外一種方法叫活水治療。乜嘢情況下可以活水治療？杜牙根又係咩情況係需要杜牙根？杜牙根咧，我哋醫學名叫根管治療，係個牙齒蛀牙蛀得好深，到神經線啦，牙神經線咧已經感染咗，出現咗自發性嘅疼痛，或者痛到夜晚瞓唔着覺，或者甚至腫咗個面，咁樣情況下咧就需要杜牙根。但係咧有啲人蛀牙蛀得好深。去到牙科診所之後咧，醫生檢查話需要杜牙根，你又唔想要將嗰啲神經線抽咗佢，咁有啲醫生會建議你做個活水治療，我哋叫俗稱嘅安撫治療。首先咧，我哋介紹一下蛀牙蛀到咩程度下可以做活水治療，同埋一定要杜牙根。而家我哋講解下，我哋正常牙齒咧唔會有蛀牙、冇窿啊、冇罅一個好完整牙齒。第二幅圖咧，我哋就係叫輕微蛀牙。輕微蛀牙咧，就係我哋個蛀牙嗰條窿咧，或者佢個牙齒表面嗰啲罅咧，有個輕微黑色，或者有個細細個窿。佢蛀又蛀得唔深，就蛀到個珐琅質嘅部位，呢個叫輕微蛀牙。到咗中度蛀牙之後咧，已經係蛀咗呢度我哋叫牙本質嘅地方啦。到牙本質嘅情況下咧，呢個牙齒咧就飲凍水、熱水會冤會痛，但係呢種情況咧，往往就係你冤完之後、酸完之後咧，佢就大概20-30秒就消失㗎啦。到敏期啦，我哋叫重度蛀牙、深度蛀牙深度蛀牙咧就係呢個蛀牙已經蛀到中間呢條神經線啦，呢個牙齒就會出現一個自發性疼痛，呢個牙齒就一定要杜牙根啦。但係咧，頭先講嘅活水治療咧，就係一般係第中度呢個程度，我哋去做個活水治療。乜叫活水治療咧？就係醫生咧，會同你啲牙齒表面嗰啲蛀牙地方咧，同你磨乾淨、清洗乾淨。到清洗乾淨之後咧，到呢個神經線上面有一層膜，醫生會同你輕輕地咁同你拋下光、刮乾淨之後咧，就未到神經線個地方咧，就上面墊一層藥。墊一層藥之後咧，會用啲臨時嘅材料先同你補上去，觀察3個月至半年時間，睇呢個期間咧，呢個牙齒有冇出現過疼痛。如果出現咗疼痛之後咧，呢個牙齒就一定要杜牙根㗎啦。活水治療嘅成功率其實唔係好大嘅。一般咧，我哋出現咗疼痛之後咧，醫生係會建議你做一個真正嘅治療杜牙根、抽神經線。所以咧，好多朋友咧諗到牙齒痛咗之後咧，就想保守治療咧，成功率其實唔係十分之大嘅。一般要聽醫生建議咧，做一個徹底根管治療。做根管治療之後咧，就將呢個神經線撩咗佢，後期咧就補翻去，做翻牙套住佢。呢啲牙齒咧就可以永久性使用啦。咁活水治療同埋杜牙根有咩區別？依家咧，我哋大致上就講一講活水治療咧，就係唔需要將呢成個牙齒嘅神經線全部抽出嚟。一般咧，醫生會喺呢個地方蛀牙嘅地方咧，同你磨乾淨，差唔多到牙神經線嗰個地方咧，同你刮乾淨之後咧，就鋪一層藥。呢個藥咧，我哋係叫安撫治療。放完之後，大概觀察3至5個月。如果冇問題嘅情況下咧，3個月至5個月之後冇問題嘅情況下咧，醫生會同你補上去，或者需要你做翻個牙套套住佢。如果活水治療喺3至5個月之內咧，佢冇出現過疼痛咧，你去牙科診所覆查嘅時候，一般醫生會照個 X 光照 X 光之後咧，如果出現牙肉質下邊冇炎症、冇一個明顯嘅症狀嘅情況下咧，醫生一般會同你先補翻上去。如果蛀牙蛀到好深或者好大咧，醫生會建議你做翻牙套，套住佢，咁樣呢個牙齒用落去係冇問題嘅。起碼短期或者幾年之內咧，一般係冇咩問題嘅。下一個咧就係杜牙根。
咩情況下需要做杜牙根做根管治療呢？首先你去到牙科之後呢，醫生會先同你照個 X 光啊。如果 X 光上面顯示咗你嗰個牙齒已經就係咁樣蛀穿咗到神經線呢個地方啦，啊，蛀到牙神經呢個地方啦，啊，呢層膜已經穿咗啦，啊，甚至咧呢牙腳下邊咧已經出現一個好明顯嘅一個黑影，啊，咁啊證明你呢個牙齒係發炎緊啦，甚至咧呢個牙神經已經壞死咗啦，咁樣咧你唔使考慮去做保守治療啊、活水治療啦，啊，直接聽醫生嘅建議做杜牙根啦。其實好多人話咧，杜完牙根呢個牙齒係咪冇用啊？其實唔係嘅。喺杜牙根咧，只不過醫生係幫你將呢啲黑色嘅神經線咧抽乾淨，抽乾淨之後咧，同你消炎消毒之後咧，補翻呢個窿，補埋填平佢，填平佢之後咧，將呢牙齒磨細之後，做翻牙套套住佢，咁樣咧呢牙齒咧一路使用落去都冇問題嘅。好啦，今期咧毛醫生就介紹咗活水治療同埋杜牙根嘅過程，大家咧可以訂閱毛醫生嘅頻道。如果有咩關於牙齒問題，唔清楚，需要了解咧，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